多谢众人来讲，一个不幸消息发生在台南市六甲区有一间农机行，今日透早2点36分左右发生火烧厝的代志。今日消防人员甲车赶到现场了，规间透天厝都已经拢着火啊！当时厝内一个遐5人走去到3楼，掩搁掉咧走袂出来。厝内有真侪物件阻碍着救援的这个路线。火伫透早拖了3点外得到控制，消防人员进入火场要去救人时真危险，发现这5人已经拢无命。大火伫咧厝内烧甲真猛，火嘛火1楼烧到3楼，甲透天厝拆下落拍。真侪消防人员由水线撞水拍火，因为火场内底传出有人受困。大火是台南六甲区顺乐路一间农机行，辖区消防队接到通报，伫咧半暝啊2点44分赶到火。辖区分队一到达，整个1楼的这个铁卷门已经烧红了。铁卷门破开之后，整个火焰窜出，然后也堆满了整个一个农机具，所以根本无法进入抢救。火伫咧点挂前后控制调火，消防人员挂呼吸器，入去厝内3楼厝尾顶救人。用切割器破坏3楼铁片厝，嘛伫内底发现受困的5个人。遗憾的是，全部已经无开。根据消防队清查，死者就是农机行头家，45岁单先生，含38岁吴太太，佮18岁大汉后生，15岁第2后生含8岁细汉查某囝，另外佮一个大汉查某囝，当时无伫咧厝内。得过死劫。那个女儿她刚好是有参加一些团体到国外到意大利去表演，好，现在已经到杜拜了。到杜拜现在已经有原机已经准备返回的途中了。厝边讲，火灾发生时，大汉后生第一时间有为火场内底走出来。也不知道是怎么样，他要冲进去，可能是爸爸妈妈、弟弟妹妹在里面。为火场内底走出来，佮外头要去厝内要救亲人，才去消息。到底是什么原因发生火烧厝，造成5死的悲剧？警消会佮进行调查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